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咱看到讲屏东枋寮的农友郑望年小全国，就想到一条民谣《六月望年》。今日国情我要来甲你介绍苦饼丁先生作词这条真艺术的民谣。那我来讲一拍歌词，内底讲六月望年满山芳，满花也着小花丛，亲像蝴蝶乱乱浪。踩过一丛过一丛，是啦。六月望年这条民谣本来是敢若歌调，但是苦饼丁先生写歌词，互人当做流行歌落去灌。本地民谣吼，你唱甲我唱，字句拢嘛无共，但是改变做流行歌了后，曲盘一个段落，小全国，大家都听同款的歌词，当然流传愈快。歌词讲阿君仔就亲像蝴蝶乱乱浪，过去。真侪咧描写讲，薄情浓负心汉，敢若彩花蝴蝶共款。这台语歌的歌词特殊的写法。过来，咱搁讲一拍出来开讲，讲六月望年透面芳，单身的娘仔做面梦，好花开了等后冬，娘仔亲情何时放？是啦，规条歌六月望年拄啊6拍。苦饼丁先生所写的歌词，就咧写讲少女怀春的心情，毋则讲娘仔亲情。做老爸老母的，何时才要放？啊，讲到苦饼丁替民谣作词，我就搁想到伊另外一条代表作，就是文学老师含作曲家苦照先生去到屏东恒春，去甲红木达啊丹达录迄条《思乡记》，转来拜托苦饼丁讲，这条我哪互你作词？啊，苦饼丁伊所写的民谣就模仿民间的开口，因为民间的念四句联，真侪描写拢甲加味，拢甲讲甲力头足重的。毋则伊歌词写讲，四重溪底转转石，梅花断开会落叶。小妹仔想君袂得着，较惨拖命食伤药。你甲听，想君袂得着，较惨拖命，已经讲要无命，拖命食伤药。我就想着讲，咱平湖人咧念小宝歌，嘛有念讲18送君去台湾，18岁我就送君去台湾，目眶你红，我也红，目屎一粒一斤重。滴落涂骹涂一空，你甲看，讲了煞有刺激性无？过来讲这条《思乡记》，苦饼丁先生另外搁写一拍，讲恒春过了是茶城，花言巧语无爱听，阿妹讲话闹影，刀枪做路也敢行，这嘛共款，就是见景伤情，看到恒春的景致，互你想讲恒春过了就是茶城，啊，联相对来讲男女间的感情。花言巧语我是无爱听，有缘原来要讲迄个目屎一粒一斤重的，讲甲互你感觉心肝头刺激一个，用要止斩袂掉的。阿妹讲话闹影，刀枪做路我也敢行。即款的诚意，这就是名作词家苦饼丁模仿民间的开口，写出民谣的歌词，流传台湾一世纪的这条《思乡记》。